呢本行銷 newsletter 係無價寶嚟嘅，我見同你有緣就收你每月199蚊，全售俾你啦。每一期嘅 newsletter 都會有一個主題故事，好似點樣由討厭嘅推銷員變成令人期待同你見面嘅專家，或者乜嘢係先輸後贏嘅概念。最終目標只有一個，就係幫你揾更多嘅客，賺更多嘅錢。當中我哋有唔同嘅欄目，我哋每一期都會介紹唔同嘅行銷大師，分享佢哋嘅行銷秘技，點樣短時間之內令生意提升幾倍甚至幾十倍。我哋亦會分享真實嘅 SEO 個案，等你對 SEO 操作有一個更深入嘅理解。我哋保證呢本 newsletter 一啲都唔會悶，除咗設計師會加入一啲插畫之外，我哋亦都逼同事寫得更加有趣。希望我哋嘅 newsletter 除咗可以娛樂你之餘，你亦可以從中吸收更多行銷知識。我哋每期只會限量印製50本，唔會加印，快啲訂購啦！